我今日介紹呢個係微波爐三色甜腸粉。如果你唔想用微波爐做，用蒸嘅方法都可以，用大火蒸2分半鐘。好啦，而家我哋睇下點做。量杯嘅份量同埋碟嘅大細要跟我做法去做，因為要控制腸粉嘅厚薄。半杯嘅滾水，加入6湯匙嘅紅糖，再加入半杯嘅清水，攪勻。倒出1杯用嚟開粉，多餘嘅呢就唔要。如果唔夠1杯嘅話呢，你就要加多少少水。依家有開好嘅糖水1杯，加粘米粉3湯匙，澄麵3湯匙，加1%茶匙嘅麻油，再攪勻。碟底掃油，將溝好嘅粉漿倒出1/3杯，用8寸嘅碟放入微波爐叮2分半鐘。微波爐取出，放涼1分鐘。捲起掃上麻油。滾水半杯，糖5湯匙，椰汁半杯，攪勻。倒出1杯用嚟開粉，多餘嘅呢就唔要。如果唔夠1杯嘅呢，就加多少少水。粘米粉3湯匙，澄麵3湯匙，椰絲1湯匙，攪勻。碟底掃油，倒出1/3杯溝好嘅粉漿，用8寸嘅碟放入微波爐叮2分半鐘。取出放涼1分鐘。捲起，跟住再掃上麻油。滾水半杯，糖5湯匙，即食嘅芝麻粉3湯匙，水半杯，攪勻。倒出1杯，多餘嘅呢就唔要。如果唔夠1杯嘅話呢，就加多少少水。3湯匙嘅粘米粉，3湯匙嘅澄麵，1%湯匙嘅麻油，攪勻。碟底掃上油，倒出1/3杯溝好嘅粉漿，用8寸嘅碟放入微波爐叮2分半鐘。放涼1分鐘。
捲起掃上麻油。完成之後，上邊灑上椰絲同埋芝麻。我最喜歡嘅就係椰汁味，唔知你哋中意邊一款呢？如果喜歡我呢個三色腸粉，請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訂閱我頻道喎。